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1月1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各地好天，不过，明仔载开始有较强的东北季风到位，各地的环冷，低温剩15度。屏东有旅行团若像出现食物中毒，怀疑可能是去食到刺龟，卫生局到餐厅采检厘清原因。中国不满高市指标停台湾，伫钓鱼大海迄巡航，明仔载开始连续3天要伫黄海实弹射击。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好天出日头，甘若桃园以北可能会落地渐雨。不过，为明仔载开始会有较强的东北季风到位，各地拢会反冷，温度会落到剩15、16度，一直到礼拜六东北季风减弱了后，气温才会较回升。一片的光芒，今次是伫日头下随风摇，把握拜节的好天气，西半部甲离岛这份好天，适合出门行行咧。这方面，桃园以北甲东半部分量是慢慢增加，有时阵有一寡短暂雨。17摆开始一波较强的东北季风到位，天气会由北向南明显转凉。过往的话，低温的部分都会去大概在20度上下。那这一波的话，低温的部分，像台北来到16度，所以这一波确实是跟过往相比是比较偏强的。不过目前来看，冷空气的强度跟过去来比有稍微比较削弱的趋势，所以大致上就是以东北季风的等级为主。气象署说明，北边的冷酷压路南带来较强的东北季风，所以为17开始，北部、东半部气温会先下降。17、18也就是拜一、拜二这2日，因为水汽较济，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甲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温度回档的有限。其他所在早暗也凉，一直爱到2日，东北季风小可减弱，气温才会回档来。未来几日各地拢要注意温度下降，低温下探15、16度。较空旷所在无排除会更较低。周二、周三一整天，甚至到周四的话，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偏冷。预计在台南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在这段时间会降到15、16度左右。那其他地区大概在17到19度。那到周五跟周六的话，气温才会慢慢的逐渐回升。冷空气一路向南行，各地会豆豆转凉。有气象专家指出，这波是进入秋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提醒民众爱穿个小早暗，爱注意温差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中央银行甲美国财政部针对汇率发布联合声明，外界认为讲这台美关税谈判嘛，可能要有结果啊。另外有专家预测讲，若是台湾出口到美国的电子产品，伫咧美国的市场找无代替，安尼咱的关税税率若是要降低，是有机会的。台币汇率议题联合声明见光了后，未来央行会为每半年公布港股汇市的数字，改做每一季公布。台湾也袂当透过操控汇率取得竞争优势。观察就是新台票对美金汇率收盘价是31块1角5，因过对外交易汇率刷为31块1角82，升到30块6角54。各界关注17汇市开盘新台票的走势。有可能会因为表态后续干预力度比较小一点或比较保守一点，如果过度波动的话，央行应该还是会去调节的。目标区间其实一直30.5上方，就表示台币偏弱的格局还没有变，那就看一下礼拜一开盘到底会不会升值。外界分析，这份台币汇率议题联合声明有可能代表台币关税谈判就要公布，因为南韩伫宣布结果进前，除了先去美国大笔投资，过来就是外汇协议，最后是进口美国产品。即马台湾亲像进入第二阶段，引起关注的是，自从对顶关税上落了后，那各个进出口贸易受影响，因为进口产品逢加扣关税，也带动美国消费者对食品继续大起的烦恼。川普顶日宣布撤销超过200种食品进口关税，因为台湾有真侪主通信电子产品输往美国，未来关税更有机会调降。我们要把我们的关税调比较低，当然会是有机会的。当然，这个有机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产品是不是在美国市场是比较无可替代的。专家分析，那美国对台湾的主通信产品扣关的关税，除了冲击消费者买意愿，对厂商也不是好消息。未来美国联准会敢是会继续降息，要密切关注。广视新闻采访报道。
在地消息来看，屏东有旅游团昨中昼是到一间海鲜餐厅去食饭，了后尾暗暝煞陆续有人冰白身体无爽快，转送病院，怀疑可能是因为去食到刺龟。卫生局今仔日也到餐厅采检，要厘清敢是食物中毒。卫生局人员透早进门采检，屏东垦丁传出好亲像食物中毒的事件。台南一个180人的公司旅游团15中昼到垦丁一间海鲜餐厅食饭了后，尾马到大个饭店的时阵，煞开始有人冰白甲身体无舒适，紧逼送医。另采集环境检体6件及10余检体1件送验，后续将依检验及疫调结果重判是否确属食品中毒案件，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相关规定处办。身体无舒适有9个人，其中包含一个12岁囡仔，经过治疗了后无带伊就回去饭店休困。因为代志发生的时阵也未食暗顿，有人怀疑问题出伫中大餐厅，因为有一个菜是凉拌刺龟皮。因为它那是无毒的河豚，它不是日本吃那种有毒的河豚，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生物，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等他来跟我讲，我才会跟他才了解，因为他也没跟我说。业者表示，目前一步接到旅行团反映，卫生局表示会调餐厅食材来源制作过程，佮采集相关检体化验，后续会调查清楚是不是食物中毒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彰化有一栋5层楼高的厝体半暝发生火灾，那像是停伫1楼的乌多摆导火引起的。家在调查内底17个人拢救出来，警察目前嘛咧调查火势的原因。2楼有人待救是不是？2楼的那个民众，那个窗户先关起来。大火为1楼通道一直往外口冲出来，伴随乌烟也一直冲。消防队员发现楼顶有住户伫窗仔边喊救，看到乌烟走入出来，赶紧爱住户先将窗仔关起来，跟随游水线灌救。16透早我4点，彰化市中华西路一栋5层楼的一拍主体，停伫1楼通道的机车不明原因就火烧起来，火势真紧为楼梯向顶面烧，楼顶住户已经无法度为楼梯逃生，消防队先引导住户将门甲窗仔关起来，火势大约伫半点钟了后爆发，消防队随即上楼救人。它的2楼到5楼的部分，总共1层楼有3户，那分别有一些民众在待救。那我们立即使用共生面罩分别先后救出了17位民众，那其中包含11位女性，那6位男性，那其中小孩有4位。消防队伫2楼到5楼拢总救出17名住户，其中年纪上大是73岁，上细汉的只有11个月，拢无生命危险。因为部分民众有输入乌烟，将17人拢送医检查。为着确保大楼住户拢平安，消防队甲警方也针对有所问的住户拢门检查，确认拢无民众受困。因为机车半暝不明原因导火烧起来，警消当地现场做调查，未厘清导火原因。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为后个月开始，罕见疾病 AADC 的治疗药会纳入健保，伊的疗程费用爱1亿，是目前健保给付内底计销上悬的药啊。有过头一年会有13个患者受惠。魔术角角是个真紧，今年11岁王维忠本来是骹球校队，互人诊断粒线体各样的罕见疾病了后，医师宣告袂使搁做高强度运动，必须离开伊上喜欢的骹球场。我被医生告知说，就是没有办法运动之后，就想要找个可以思考，因为我很爱数学，然后数学要思考，我就想要找个可以思考，然后又是可以成为兴趣，然后也可以交朋友的东西。拍拼学搁请家教，王维忠开始伫魔术角角比赛得到好成绩，找到成就感。得到修身士肌肉使用症的罗丰富，嘛拍拼甲疾病共存。去年伫马来西亚塔贝亚的亚洲锦标赛得到1银2铜的好成绩。我每天都会写完功课都会练习半小时。我很喜欢叠杯的这个速度感，还有突破自己的纪录。卫福部表示，健保伫明年已经编列192亿给付罕病甲血友病的用药，公务预算会搁投入20亿。另外，今年11月开始纳入罕病 AADC 快发症的基因治疗药物，初步估计头一年会有13个病童用到。它的费用呢，在目前全世界大概差不多不超过4个国家有给付，大概价格就是1亿。因为我们发现它的发病率好像高于一些欧美的国家，在台湾的发病率稍微高一点。
赵宗良表示 ，AADC 有哪亲像帕金森氏症的严重运动障碍出现，透过药物给付，卖当进一步研究这个疾病伫台湾的特殊性，这原来是目前健保给付单价上悬的药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有真侪关山，亲像玉山、雪霸和德鲁古国家公园，拢吸引真侪登山客。目前要申请入去园区拢是免费的，不过未来可能就要收钱啊。主要是要用来保护环境，佮改善设施。也相关的内容，目前国家公园署也搁咧讨论。一片的山林、清新的空气，台湾关山的好风景，吸引国内外人来挑战。其中，玉山雪霸甲泰鲁阁三大高山型国家公园内底有76座八甲，10多条跳走路线。即马为生态保育，官方研究，即马要收钱。就有人是用这种生态保育费的概念在倡议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内部也有在讨论啦，讨论这个事情。那但是这个都还没有很具体的这个方案拿出来。目前800个入园证是免费申请，山屋目前是敢若排云山庄甲今年4月起运的关谷山屋爱收钱，其他定调是避难山屋性质无收钱。不过今年8月监察院发布的台湾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调查，建议国家公园推动生态回归费，用在环境保护甲设施改善。说对登山活动的永续发展是一个有认同的这样的角色，那我觉得他们其实都会支持。其实应该要做出一个差异化，就是说，它针对这种观光的行为，就朝向高山观光的这种商业化的行为，其实它应该要收比较重。各界对入园费看法无同，专家分析，收费了运用才是重点。若收费了无做设施相关改善，民众可能产生反弹。后续安怎收费？收费的标准甲运用，拢爱搁较严格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当咧讨论要甲大专校院的电费分等级来补助，有部分学校就表示讲 AI 相关的设备是相对较值电，呼吁就要照需求去评估。教育部回应讲会搁收集意见来调整。最近几年，大专院校的电费起价差价，多数由教育部编列大笔预算支援。为着控制预算，传出教育部当日建议将大专院校的电费分级补助方案，以学校属性、用电规模分做9个等级，以节电成果来奖励，也是对回部分补助款引起讨论。有大学校长认为，若后来有新建筑宿舍落成，电费都会增加。电费的节省跟补助费的关系希望说用一个期间来看，我想说用1年来看是比较不准的。有时候电费的消耗或者那一年刚好有一个什么事情，建筑或者设施，想说是应该是比较用3年或者更长一点来看。也有校长甲学者认为，国家为着发展 AI 甲半导体科技，部分大学配合政府积极投资资源，从事 AI 甲半导体科技的专业人才培育。不过 AI 是家电怪兽，相关教学设备用电量大，建议教育部爱妥善分级，也是以专款专用方式补助这些学校。假设我们这些产业，它其实税收也是多的专款的补助，对于尤其我们现在在面对这个产业快速的发展，政府的补贴专款专用是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这个 AI 的趋势已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回到教育是一个国家未来的根本。为了国家能够更好，那在教育的根本下多下一些功夫，给它一个专款专用，是应该可以有一个正面的期待性的。对此，教育部强调，保证相关方案还未定案，当透过甲全国大专院校所属协进会征询会员意见，会以相关建议修正方案，随时检讨，必要时会邀集协进会开会讨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做伙关心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表进前讲出，台湾出代志会牵连到日本的生死，这是引起中国掉脚蹬地，透过各种手段来对日本施压。今仔日中国海警就伫咧钓鱼台海域巡航，佮公告为明仔载开始，连续3天要伫黄海进行实弹射击，甚至伫咧台海嘛派出军机甲军舰来扰乱。国防部公布15季节查到30架强机、5架强舰甲公务船礁台，佮出现4名环台态势，因为共军佮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台湾海峡をめぐる情勢に関する様々な想定について議論す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したので。
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针对台湾有代志表态言论，互中日关系紧张情势提悬。中方昨日派出海警舰艇编队伫钓鱼台海峡巡航，佮公告17甲19，要伫黄海部分海峡适当射击，被认为剑指日本的意味较高。当时中国外交部也呼吁公民最近避免去日本。学者认为，中日关系刷落去会进入一段冷却甚至是冷冻期，台湾应该细致应应。中国呢正以复合外交，就是外交抗议、经贸、旅游、干港、军事事情与舆论战多轨并行，来对日本进行施压。台海议题正是矛盾核心。那台湾的最佳策略就是谨慎参与，避免被操弄。总统府表示，台日两国紧密友好，咱也正密切关注中方的行为，国家日本在内区域各国密切合作，确保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另外，咱也继续的加强甲欧洲国家的互动。当前，台湾与欧洲都面对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我们愿意分享因应各项挑战的经验，并且会以坚定的民主信念与积极的国防政策，自信地维护台海和平。罗总统用录影的方式伫欧洲台湾协会年会致辞，指出台湾甲欧洲拢咧面临威权主义扩张威胁。台欧虽然离真远，毋过伫理念界大家经贸关系拢密切交流，政府会继续努力，带台湾走向世界。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伫加勒比海出动军舰，派驻万的兵力，甚至进行联合军事演练，讲是要打击毒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批评讲，美军安尼做根本就是咧恐吓委内瑞拉，威胁区域的和平甲稳定。美国以打击毒品恐怖分子为名，伫加勒比海、东太平洋海峡进行的南方之矛军事任务。伫有5000名兵力的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就定位了后，总计击击10多架军舰、1架攻击潜水艇、10架 F-35战斗机，甲15000名兵力。伫加高层国安顾问电子被一讨论了后，川普在是伫空军1号，互记者问到要安怎处理委内瑞拉，伊讲已经大概有注意啊。I sort of have made up my mind. I mean, I can't tell you what it would be, but I sort of made up my mind. 美军当日公布一段对运渡船所进行的致命性攻击的影片，类似海上突袭行动至少已经有20场，造成至少76人死亡。16起6日，国甲千里达参托巴哥共和国展开新一轮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总统马杜罗15日伫米兰达举行的大型反美集会，讲美军的行动是咧威胁区域的和平和稳定，是为着要夺取石油、天然气资源，想要政权换人的借口。Para decirle fuera de aquí, barcos imperialistas, fuera de aquí, amenazas militares. Venezuela se respeta. 委内瑞拉顶日动员20万陆海空3军官兵一直进行操演，展现捍卫国土的决心。另外一方面，美军这场加勒比海行动的合法性，伫国际社会也是有争议。英国哥伦比亚就连续宣布暂停，也是终止甲美国伫这个地区的情报合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东京听障奥运今年有81个国家3000多位选手来参加。日本文林亲王阁首相高市早苗拢有到现场，用国际手语甲选手致意。那咱台湾的代表团是由林嘉文、阁赵孝武做掌旗官，排伫咧第73位出场。这里是东京体育馆，第25届听障奥运开幕典礼就在这里登场。创办已满100年的听障奥运。本届共有81个国家，3081名选手参赛。这一届开幕典礼由要甲台湾拍戏日本东京导演金建美乡，用100年的清风未来樱花做主题所拍影片来开始，彰显过去100年听障运动的自由甲突破。台湾代表团穿白色队服，以第73位出场。由听号3金棒球老将林嘉文甲新秀周孝虎共同担任掌旗官，带队伍进场。典礼顶悬日本天皇宝地本人亲王首相高市早苗，甲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上台致辞。本人亲王甲小池知事各伫台顶用国际手语向运动员致意，展现对听障社群的尊重。We are proud that the best of the deaf sporting world have been able to participate
in 24 Summer Deaflympics since 1924. 了后，由台籍男配歌手伊青晓领唱日本国歌，日本龙剧团演员功夫高手用手机共步解说。表现内底，龙兄演员共同演出，配合多变化的天空效果，呈现精彩视觉响现。在期到日日，世界各地来的听众选手会在当家展开连续精彩比赛。公视新闻当家采访报道。地向风上头来看一年一届的昆新王平安盐祭，今年因为台南和风灾霜冻到真正热，庙方决定要扩大举办，让民众会当祈求消灾解厄。除了会当排队领平安盐，另外嘛有办桌用在地食材来推广台南。民众透排队排到热腾，就是等要摕这平安盐茶啊，内底会当家己装盐。这是一年一度昆新王平安盐祭15进行请盐祭盐仪式，提供予民众消灾解厄。今年连续的风台损害甲真正热，庙方这回特别扩大举办，用信仰、文化、参艺术做结合，兼提供50万奖金博杯比赛，向各地游客来这斗老街。因为我们今天很早就来排队排这个平安盐，因为它有那个辟邪祈福的作用啦。然后我们也帮我们日照中心的长辈祈求一些平安盐回去保平安。丹那苏的风台造成咱台湾尤其台南嘉义这部分哦，损失非常的严重。各互天地知影哦，希望讲吼，咱天地咱保庇讲咱台湾未来的经济会较好，吼啊百姓的事事无灾。大家当平平安安。除了平安盐祭，请法师加持祈福，庙埕嘛是闹热滚滚。北门区公所中昼时间办1000人祈福平安宴，每一出菜拢是用在地食材落去料理，有影真澎湃。平安宴背后的意义，主要是祈福感谢风灾后各界帮助台南和中健康顺利完成。那全国饲沙白鱼，台南占42%，今年龙鱼业嘛真严重。这回农会局嘛邀请在地农特产来摆档，希望嘛借由平安推广本地优质农渔产品。三成的部分吼，咱这的渔民受了影响，平安的方式来推广咱虱目鱼季。当当时风灾了，这个受灾还是要会当恢复咱对沙白鱼的喜爱。感谢全国的民众，那另外也透过这个天人宴来行销我们大北门区的农特产品。平安盐祭到达22档，今年伫假期2天举办。凤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结合王爷信仰参盐业文化，因希望通会使成功推广饮食旅游，带动地方产业发展。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保育类的野生动物姜仔虎，主要拢是出现伫咧中央山脉。顶个月监测团队伫台东池上乡记录到2只姜仔虎出现，显示因的活动范围变大，族群嘛当咧增加。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会阁继续监测。监测产地身躯多样性的团队，顶个月伫池上乡海华山背山脚的富兴社区调查，红外线摄影机记录到2只姜仔虎伫水沟附近走来走去。黄喉貂的分布大部分都是以中央山脉为主，那台东的黄喉貂出现在海岸山脉的记录确实是相对没有听过。姜仔虎主要是分布伫中央山脉海拔300至3900公尺高的森林，伫南华高路附近便互发现，因为因的模样古水果活泼，有山林精灵之称。也毋过捌发现因偷食登山客歹影的食物，也有一定的危险。也毋过即马姜仔虎划过华东冲谷，出现伫东海华山脉山区，生态监测团体怀疑，敢是中央山脉的生态地发生变化。也毋过专家讲，姜仔虎的族群数量稳定成长，可能是影响扩大活动范围，而且政府推动生态农道，也有可能为中央山脉迁徙到海华山脉。它可以做长距离的移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便是说，从中央山脉透过一些廊道，只要不是那种超密集的，都是市镇，它都是有可能可以逐渐的、慢慢的扩展。强迫进攻目前海华山脉，农业只是懒散的发现，也毋过未来有可能会建立稳定族群。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会继续监测，也毋过也要呼吁海华山脉民众爱将厝内的粪扫喷修好，避免引来姜仔虎到厝内造成甲人的冲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
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过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